呢個世界最恐怖嘅，從來唔係有人控制你，而係你以為你所有嘅決定都係出於自由意志。乜嘢係最頑強嘅寄生蟲呢？係細菌、病毒定係腸道蠕蟲？都唔係。最頑強嘅寄生蟲係一個意念，一個意念可以建造一座城市，亦可以改變世界，甚至重寫一切規則。呢段對白出自科幻大導 Christopher Nolan 嘅神作Inception。好多人以為呢套戲只係一部講述潛入夢境偷取機密嘅高智商科幻片。電影上映咗10幾年，出邊仲喺度講緊大結局，嗰個陀螺到底最後有冇停低？但其實 Nolan 將最現實同最深層嘅心理學全部收埋咗喺呢層科幻嘅外殼之下。當你經歷過現代社會嘅種種消磨，當你發現自己無論幾咁努力，內心依然有一種無法填補嘅空虛同焦慮嗰陣，你再睇翻呢套戲，你會發現 Inception 根本唔係科幻故事，而係我哋每個人大腦入邊每日真實上演緊嘅紀錄片。今晚心流研究所帶你潛入人類大腦嘅最底層，我哋結合精神分析同哲學視角，拆解現代社會點樣將虛榮植入我哋嘅潛意識，同埋探討我哋心入邊嗰個一直搞亂你人生嘅內在幽靈，同你一齊喺呢個荒謬嘅世界入邊揾翻屬於自己嘅陀螺。我哋先由電影嘅核心任務講起。喺電影入邊，主角 Cobb 係一個頂級嘅盜夢者，平時佢嘅工作係潛入人哋嘅夢境度偷取機密。但今次佢接咗一個幾乎冇可能完成嘅任務 Inception， 佢要潛入富二代 Fisher 嘅大腦，將個解散家族企業嘅意念神不知鬼不覺咁放入佢個腦度。最恐怖嘅地方係咩？ Cobb 話要成功植入一個意念，你唔可以直接同佢講，你必須要將呢個意念偽裝成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只有當大腦深信呢個決定係出於自我意志，呢個寄生蟲先會喺大腦入邊生根發芽。老實講，當你睇到呢個設定，你有冇覺得背脊骨落呢？因為喺現實嘅現代社會入邊，我哋每個人每一日其實都經歷緊無數次嘅 Inception。法國當代哲學家勒內吉拉爾提出過一個極度震撼嘅心理學概念，叫做模仿慾望 （mimetic desire）。吉拉爾指出，人類有一種好奇怪嘅錯覺，我哋硬係覺得自己嘅慾望係自發嘅。我哋覺得我想買嗰隻勞力士，我想去冰島旅行，我想35歲前做到管理層。但吉拉爾無情咁拆穿咗呢個幻覺，佢話人類其實根本唔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啲乜，我哋所謂嘅夢想同追求，全部都係透過模仿他者而得返嚟嘅。你諗下，由細到大，社會嘅主流價值觀、身邊嘅朋輩壓力，甚至社交媒體上面嘅完美生活分享，無時無刻都喺度建構一個龐大嘅夢境。呢個夢境話俾你聽，你要考到專業牌照，你要買到一層千萬嘅私樓，你要揸靚車，你嘅人生先至叫做圓滿，你先至值得被愛同被尊重。呢啲觀念就好似 Inception 入邊嗰啲潛意識投射一樣，日積月累咁植入咗你嘅大腦。去到某一日，你將呢啲其他人嘅慾望內化成你自己嘅人生目標，你以為呢個係你自己嘅選擇，於是你好努力犧牲睡眠、健康、陪伴屋企人嘅時間，將自己變成一部高速運轉嘅機器，去追逐呢啲標籤。但係當你終於爬到上岸，得到咗社會定義嘅成功嗰時，點解你 feel 唔到快樂，反而會有一種深不見底嘅空虛呢？因為你終於發現，原來你用盡半生精力去追逐嘅夢想，根本唔係你真正想要嘅嘢。你一直活喺一個由現代社會為你精心設計嘅夢境入面，做緊一隻扯線木偶。當一個意念被錯誤咁植入，佢就會好似寄生蟲咁，慢慢吞噬你嘅真實靈魂。但現代人嘅悲哀並唔止係咁，除咗社會植入嘅焦慮，我哋嘅大腦深處往往仲鎖住咗一個更恐怖嘅敵人。呢個敵人就係電影入邊嘅女主角 Mel。Cobb 每次帶住團隊潛入夢境去執行任務，明明計劃得天衣無縫，但去到最關鍵嘅時刻，佢已經過身嘅老婆 Mel 總會突然之間出現，攞住把槍出嚟搞破壞，甚至試圖殺死 Cobb 同佢嘅隊友。好多觀眾以為 Mel 係一套科幻片入邊嘅反派，但其實 Mel 根本唔係真嘅人，佢只係 Cobb 大腦入邊嘅潛意識投射，甚至連個名都有隱喻。Mel 喺法文入面本身就有錯誤、病態同邪惡嘅意思。喺心理學大師榮格嘅精神分析學說入面，呢個不斷出嚟搞破壞嘅幻影叫做陰影 The Shadow。
陰影代表住我哋潛意識入邊嗰啲被我哋壓抑、逃避、唔願面對嘅創傷同負面情緒。點解 Mel 會變成一個瘋狂嘅破壞者？因為當年 Cobb 為咗喚醒沉迷喺夢境世界嘅老婆，偷偷地喺老婆個大腦度植入咗一個意念：你身處嘅世界唔係真實嘅，只有死亡先可以帶你翻去真實世界。結果老婆醒翻之後，分唔清現實同夢境，最後喺現實中自行了斷。Cobb 帶住極度嘅內疚同自責活落去，佢無法原諒自己，於是佢將呢份巨大嘅罪惡感鎖咗喺佢夢境最底層入邊。但榮格話俾我哋知，你越係壓抑你嘅陰影，佢嘅反噬就會越恐怖。將呢個情節拉翻嚟我哋嘅現實生活，你有冇試過，每當你嘅事業準備有一個大突破，或者你準備進入一段好好嘅感情嗰陣，你總會不知不覺咁做錯一啲決定，講錯一啲說話呢？明明機會就喺眼前，但係你總係會發揮失常，最後將副牌打爛，然後你同自己講：唉，我果然係冇呢個命水。喺心理學上，呢一種行為叫做自我破壞 （self-sabotage）。點解我哋會親手摧毀自己嘅幸福？因為喺我哋大腦最底層嘅房間入邊，都住住一個屬於我哋自己嘅 Mel。佢可能係你童年時父母對你嘅一次嚴厲否定，令你覺得自己永遠都唔夠好。佢可能係你過往一段失敗嘅感情，令你覺得自己唔配被愛，又或者係你曾經做過一件自私嘅事，你內心深處覺得自己係一個有罪嘅人。我哋平時着起西裝，戴上面具，表現得好專業、好理性，我哋以為自己已經放低咗過去，但其實嗰啲愧疚同自卑從來冇消失過，佢哋潛伏喺大腦嘅暗角。每當你接近成功或者幸福嘅時候，你潛意識入邊個 Mel 就會衝出嚟同你講：你憑咩得到幸福？你根本唔配啊！於是你無意識咁啟動咗自我毀滅嘅程式。你唔係輸俾運氣，你亦都唔係輸俾競爭對手，你係輸俾你自己潛意識入邊嘅幽靈。只要你一日唔去面對呢個陰影，你就一日都會被困喺呢個宿命嘅輪迴入邊，永遠無法獲得真正嘅自由。咁我哋到底可以點樣自救？點樣先可以停止呢場自我毀滅嘅悲劇？Inception 去到大結局嘅高潮，俾咗我哋一個極致震撼嘅答案。當任務即將失敗，Fisher 俾 Mel 殺死咗，跌入咗夢境嘅最底層 Limbo。Cobb 為咗救翻目標，亦為咗徹底了結自己嘅心魔，佢決定親自落去 Limbo， 直面佢一直逃避緊嘅老婆。喺嗰個由佢哋兩人曾經共同建構殘破不堪嘅夢境廢墟入邊，Mel 望住 Cobb， 用最溫柔、最誘惑嘅聲音同佢講：You can still keep your promise. We can still be together right here in the world we built together。面對住呢個極度美好嘅幻象，Cobb 終於鼓起勇氣，講出咗成套戲最催淚，亦都係靈魂覺醒嘅一句說話。I can't stay with her anymore because she doesn't exist. I can't imagine you with all your complexity, all your perfection, all your imperfection. Look at you. You're just a shade. You're just a shade of my real life. 呢一幕真係睇到我哋靈魂震動，因為喺呢一秒鐘，Cobb 終於完成咗心理學上最艱難嘅一步，個體化 （individuation） 同埋接納自己嘅陰影。佢終於承認眼前呢個不斷折磨佢、不斷搞亂佢人生嘅惡魔，唔係佢真正嘅老婆，而只係佢自己無法原諒自己嘅一個產物。當佢講出你只係一個殘影嗰一刻，佢等於親手將拮喺自己心口多年嘅刀好大力咁掹翻出嚟。佢選擇咗原諒自己。喺現實中，我哋要點樣擊敗心入邊嗰個搞破壞嘅 Mel？ 答案唔係去消滅佢，亦唔係將佢鎖落更深嘅地牢。答案係你要行過去，坦白咁望住你嘅創傷、你嘅自卑、你嘅內疚，然後同自己講：我承認我以前做錯過，我承認我唔完美，但我已經唔需要再用過去嘅錯誤嚟懲罰而家嘅自己。當你願意原諒嗰個曾經軟弱嘅自己，當你接納咗自己嘅陰影，你潛意識嘅惡魔就會失去所有嘅力量，佢哋會變翻一縷輕煙，消散喺你嘅大腦入邊，你先至可以真正咁擁抱屬於你嘅幸福，而唔會再親手將佢推開。去到結局，Cobb 成功由夢境中醒翻嚟，佢翻到屋企見到佢日思夜想嘅一對仔女。佢將身上嗰個代表住分辨現實同夢境嘅陀螺放喺台面一轉，然後佢頭也不回咁行向佢嘅仔女。電影最後一秒，陀螺仲喺度轉緊，鏡頭就突然切斷咗。
無數人拗咗10幾年，究竟最後個陀螺有冇停低呢？ Cobb 究竟係醒咗定係仲喺夢入邊？其實 Nolan 想表達嘅哲學境界早就已經超越咗現實定夢境嘅二元對立。重點根本唔係個陀螺有冇停低，重點係 Cobb 已經唔再在乎個陀螺有冇停低。經過咗漫長嘅自我救贖，佢終於放低咗對絕對控制嘅執念，放低咗過去嘅創傷。對佢嚟講，眼前一對仔女嘅擁抱，嗰份真實嘅情感同溫度，就係佢生命嘅全部意義。只要呢一刻嘅感受係真實嘅，呢度就係佢嘅現實。現代社會係一個極度喧囂嘅巨大夢境，社交媒體、世俗標準、朋輩壓力，無時無刻都喺度對我哋進行 inception。佢哋試圖將各種焦慮同慾望植入我哋嘅大腦，令我哋迷失自我。喺呢個咁荒謬嘅世界入邊，我哋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屬於自己嘅陀螺。呢個陀螺唔係愛嚟分辨物理世界嘅真假，呢個陀螺係你內心最核心嘅價值觀，係你嘅獨立思考能力。當大眾話俾你聽30歲一定要買樓先叫成功嘅時候，當個世界話俾你聽你一定要做到某個位置先值得被愛嘅時候，我希望你識得喺心入邊轉動你嘅陀螺。你要清醒咁問自己，呢個目標到底係我自己真正想要嘅，定係社會植入俾我嘅幻覺？唔好將人生嘅主導權交俾嗰啲他者嘅慾望，亦都唔好再俾潛意識嘅幽靈阻礙你追求幸福嘅權利，接受自己嘅唔完美，原諒過去嘅遺憾。因為人生最寶貴嘅，從來都唔係你喺社會嘅夢境入邊爬到一個幾高嘅位置，而係你能夠清醒咁知道自己係邊個，然後用盡全力去擁抱身邊嗰啲真正愛你、真實在乎你嘅人。如果中意我哋嘅內容，歡迎留個 like 同訂閱我哋。想請我哋飲1-2杯咖啡，支持我哋繼續分析唔同作品，可以加入成為資深研究員，獲得今集同之前嘅 Mind Map 同背景音樂。我哋下集見啦！